定定甲你麻烦啊，多谢。甲较早无共款，今嘛我会当马上请谢小姐试食呢，那安尼应该会用的。那真是要做，都爱趁钱嘛。敢袂使安尼？大叔大姨甲是仆街叫。无问题，因为副餐本来就是阿婆负责的，谢小姐若感觉好食，就会用得啦。阿花啊，你安怎想？我即摆是，我即摆伊拄则嫌啊叫家己阿花啊。先叫起味变做啥款？我着要甲人客好好说明才会使。内底有掺芹菜，起味咧。迄个，我就是想好食，迄个。唔免费息的啦，这是我家己要食的工课。真欢喜的，实在是真感谢你。看来无请人类袂使。哎，阿婆，你千万唔通凊彩黑白乱食人类口味的物件，身体会歹去，有听到无？好啦，我知影。